呢度係玉吉伯三樓，係俾人食嘢嘅地方。佢係一個類似社福機構啊，聘嗰啲殘疾人士啊。食物就質素就應該就唔得噶。其實唔好話邊班人啦，好多班都唔得噶。呢度澳啲花園，香港如果食物係真係做個酒樓中菜先識煮嘢食啫，其他嗰啲咩自助餐西餐唔識煮嘅，坦白講。新型嘅壁畫，入邊鋪頭整到茶檔嗰陣時，80年代啲茶檔嘅感覺咯，綠色嘅禪縫，啲壁畫就茶大排檔，呢個係店鋪，店鋪啲石屎嘅感覺咯，真係間去石嗰啲石嘅地感覺啊，啲地下夠殘破啊！呢啲就咩整嗰啲石